你咪當我冇讀過書啫嘛，我讀過書嘅啫嘛。但是我要拿回来请一下，我可以做什么就弄好它，拿之后再给。谢谢雪城城巴基础快线 DA 29路前往将军澳宝林，本班车将途经黄大仙、九龙湾、观塘和坑口。现在离市区第一个车站的车程约为30分钟，请按左欣赏沿途指示，稍后我们会播放下车站的位置资料。车厢内也设有视像录影监察系统，请小心看管您的财物，并谨记于下车时携带您的行李。祝您旅途愉快。座位上如果已经安装安全带，请系扣上，以保安全。可以的。还有什么？OK 了。也不要上上下下啦啊。
这样子也是形成一个以后我们处理事情也是简单了，不用通街去问那个理由啊。等一下他就是我们讲难听一点，有东西出现的时候，然后我们去问人的时候，他们讲这个谁叫那样子做也是麻烦的，不如我们一路走到黑他先。这个也是有好有不好的，人多了之后，这种这样子讲啊，比较伤财的东西就要做了。有做到是最重要的啦，因为急的就代表可以是那种叫省力了嘛。这个好，这个你看那个时候看一下，好。什么？多少万？这个我的 OK。就是那个 eco， 你是很喜欢跟 eco 来往吗？是？OK。他什么问题啊？那今天我跟老板讲一下，介绍老板是我们客仔来的，他的老板就是比卢兰那边的。厦门站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前往迪士尼樂園，請喺呢個站轉乘 R8號線。使用8達通卡嘅乘客可獲免費轉乘優惠。Please change R8. Please change. Passengers pay by Optimus card. 前往迪士尼樂園，請在此站乘 R8號線。使用8達通卡的乘客可獲免費轉乘優惠。尤其是那个什么这样子讲是那个你给我看那个朋友那种时候那个人讲到最后。结果出来也没办法，现在都东西都有风险的嘛，一就是赚，二就是赔了，这样子我让你处理一下，看一下，要他什么？你不是出那边的东西的吗？那个你看你叫他值得多少那个样子你这样子讲，他讲做新的时候要多少，你现在是旧的第二，你现在卖给谁，除非真正有人要不然的话是拆通都那边一付钱拆通都1000块了，老实说，人家给你这1000呀，我说这样你拆现在拆通很贵。拆了它然后再给别人再安回去，又多少钱？又拆又安的话，
有人的？你的拍卖会咩？神经病啊！拍卖会的一个底价啦，什么都没有。不用这样子，你这样子看一下啦，跟进一下，反正那个律师那个主意很有钱啊，那个还有时间的。OK， 可以。好了，好了，我们是那个这样子哦，我们看好这边，看好那边，这样子哦，没话不了了。明白。啊，是你几时回马博啊？哦，OK， 哦，OK，没有关系啦，那个什么啦，一路顺风啦。OK，拜拜。我打嘅，快啲同人哋講，佢哋做好嘅話，你咪佢買咯，你翻馬波，係認真嘅，所以就好好做。我哋而家落街市買幾條魚咯，我百幾種人做最重要嘅咧係香茅，呢包跟呢買大，可能係精華嗰個跟可能做個傳奇，我相信咁樣先會做好過去啦。哎呀，注意唔係我，係咪得知都我做嘅模式咯？等食間，而家又冇呢啲除，你又覺得爭啲嘢係咪？而家又瞓唔着係咪？如果你呢擺過，係咪？你乜啲唔食喺屋企嗰度等住咧，我就覺得你真係就嚟做嗰個嘢就嘅。如果唔係咧，你又喺度同我講啊，你喺嗰度唔錯啊，我一啲都唔相信你冇問題。
嘅價錢一樣，仲貴過你乜嘢？深圳好多間都係㗎。你講嘢，老實講質素啲，兼即係講性價比好緊要低，一籠蝦餃50蚊。以前我哋食嘅好貴㗎。係啊。以前嘅話好中貴，家陣就人工貴。你人工貴，你做得多嘅時候，老實講都係追翻嗰條數嘅。你根本即係你又開到咁多，做多數追唔翻，即係講起嚟講，講起嚟講，你諗唔知啊，揾快錢講到好難咯。一個茶位你最平好似係唔知12蚊。前呢度都冇，而家一條都冇。咩木？大陸啊，呢度好多唔得嘛，唔知主要或者係大力起廠咗，或者係嗰個位變咗。娃娃個豬腳酸你就係食咗2啖油，就食煲㗎咯。係啊。都話帶翻30蚊食㗎啦。你講都係想咁樣啦。所以我翻嚟我幫我代你食，可能媽媽自己啲食晒咗。想食添。你唔係講呢條煮到好好食嘅咩？哦，都係媽媽煮到食。呢個係你放幾日放隔夜入嚟嘛？呢度你放隔夜嘅烤肉、豬腳酸，仲有咩啊？滷味啊，嗰啲全部係隔夜嘅喎。黃酒雞又係隔夜嘅。如果唔係，我就係食幾件嘅。呢個飛機係嗰個A380嘅。唔係啊，呢個係747。有747嘅，呢個咩機啊？有啲機拉仲有，仲有747。你見到係A380咧，係嘅最後嗰度係個上嚟嘅。咁啊，747最新嗰隻已經停產，嗰隻已經冇咗啦。咁樣就點叫好似落咗咁。747嗰個你可以用2行咯，你嘅747個名咯。你A747就一下再多人咁樣，但係佢哋係做咗一班係咪？可以等打班啊嘛，打班係係啊，我做晒啦，嗰啲咁大嘅飛機係我揾咧中國個而家啦，最少揾中國啦。你記唔記得以前日本啊咁細咁長嘅地方啊，747飛嘅嘛？啊，日本係全世界747進嗰時候啦，嗰個年代啦，啲係數一數二嘅機隊嚟嘅，飛日本㗎，唔係飛外國，係飛日本內地嘅。嗰時嗰啲人有錢死命嘅理由。你而家好似你747今年拆咗，你點講中國合作？錯。中國你唔好諗住佢好有錢啦，係一小部分。知道。因為佢有嗰啲高鐵嗰啲。知道，問題嗰時候就好似 ATM 機咯，我有冇同你講？今時今日俾我 ATM 機，其實我冇10年前咁興奮，做啲10年前係個個啲個個都係咁錢啊！而家就算咩啲中國嘅全部都冇747，你唔好諗啊你，錯親都係全部747。我知啊，依個就係人哋講最主要嘅高鐵嘛，高鐵又冇咁麻煩。即係同埋佢航班多，一般翻落嚟個航班係多咗。係啊，我寧願航班多啲，我唔識你揀一架飛機。大佬今日做咗，我試過走機㗎，今日做咗下一班，下一班要2日，
聽唔知，你會聽到咩聲？病訊聲。我覺得係已經唔係一條條咗，我有少少唔開心。你冇帶鎖匙㗎？應該唔係一條條，你唔使唔開心嘅啫，應該仲係你方便理解嘅啫。我哋去食其他嘢。食啦，咁貴行嘅話，因為你傷心，想我有一個 idea，可以送俾你朋友，咁你就啲人會傷心咯，冇得咧。你講啊，你不如而家晏晝你食嗰個唔識，夜晚先食點心。佢同你發咩神經？中意食飛，係喎。我覺得係幸福。係咩？係我有限嘅智慧係嘛？偷工減料。好啊，爽啊！我啲第一排睇整啲摩擦㗎嘛，呢幾耐咯，個青馬大橋嗰度都幾多年咯，97到而家咯。成咁都係10幾年啫。可能呢個飛機降落嗰啲 grad 數嗰啲以前嘅 grad 數高嗰啲。哎呀，32%，翻嚟又會流水。太遲。山顶及香港岛的神仙啊！您可以到中环你唯一可以做嘅就係揾一班人都得。搭乘我们出发的双层巴士前往，呢個啊，其實全程只需要30分鐘。往山頂請搭乘山頂探索號第15路，往赤柱和淺水灣請搭乘4260路，往香港仔請搭乘第70或71路。如果巴士落車，我呢條我想咧就測試咗，如果巴士落幾多？Please take Explore Route 15. 即係邊？ For traveling to Stanley and Repulse Bay, please take Route 260. For traveling to Aberdeen, please take Route 70 or 70B. The journey time will only take around 30 minutes. 但係呢3日都廿
果你又係啊，就係即係個波鞋帶走去。買對鞋俾人買48個，唉，啱好啱我咁樣放喺呢度，由我嚟香港先，唔係我唔係着拖鞋嚟。係啊，啲膠料啦，又你知你買落可以啦，我用晒你都 OK 嘅。咩啊？上次你唔記得咗啦？呢啲係落西澳，好啊，冇落西澳。因為好熱啊，啊，因為好熱。我哋有嚟街市。都係好熱。而家我哋買牛腩，我聽過句話，帶你食下呢個紅色嘅牛腩，你就會知道係點樣做。順路咧，我你哋整行個嘅。康家嘅好味係咪大眾化㗎？講你嗰個係好過嘅口味嚟嘅。我冇俾你食過㗎。怪得你個生存㗎，又係你有憂鬱啊！係咯，你夠錯，我中活嘅人啱啱鋪嗰啲黑色嘅，係呢一邊先嚟。啱啲人冇係試咩嘛？啊，好冇？喺新加坡已經盡量去多試呢個，因為唔正我地方。我覺得你講又好啊，我係邊？但係你去中國機場嗰度唔打機嘅，真係試呢個。咁你講一個機場啊，嗰個錢，咁好啊，係我哋唔識講，你嘅優勢邊度唔識講，因為唔知道溝埋。試邊啊，試邊咁重要啊，應該會坑過你錢咯。嗱，一日上咁多飛機咁大，咁係咪應該呢次級啲咧？我咪呢個係專業嘅，我好難答。我淨係知道咧，呢架飛機裝咗嚟香港係咪？應該有型咩啊？嘅，重用啲全部嘅，買乜都冇乜嘅。嗰個政府啊，你而家先係差到太大，唔係一般嘅差，係非常差。應該講係咪呢個市場嘅責任？係咯，好多方面俾人哋做嘅，差，唔使去做㗎嘛，即係自己人嘅啫。咁樣喺到最後拍板，我哋呢個我聽得明你嘅手下講咩啊？係啊。咁啊，聽唔到大部分
講啦。我死都一個人打叉我都唔知點樣。唉，佢一直要升 AM，你話要升 AM，因為你 system manager 人程師嚟啫，因為我自己你睇得識人哋我個老師學嘅呢個流程，有啲人可以多啲。深圳快速路，下一站沙田二路。你知不佢好多錢嘅。break 唔到嘅，親密接觸咯。係咯，你係特登嘅咯，直情。你係咩啊？有動 break 晒咯。下一站轉石山站荷里活廣場。Next stop, 壽司上嗰度食壽司，你話好食？下一站鑽石山站荷里活廣場。你話好食抵食。好嘅。跟頭嗰度，我哋啱啊。嗰陣我點心喎，做人我有一個目標，清晰就清晰咗嘅。你知做咩唔想食呢個？因為你少食，我帶幾多我食咗，你跟住我啦。新香港人多咪啦。新香港食咖喱咧，你拉幾耐嗰個款，人係貪新忘舊咯。就好似嗰個攞單，個 Vios 我嗰啲車嘅 engine 係冇變㗎，款變啊，因為係咪？你又錯，你錯，afford 得起嗰班係全部都 Tesla。Marco 呢啲咁啊，一睇到個 Tesla 牌子咧，對嗰啲係信心。行個小棚，大佬一睇就知你係邊度人啦，兼係窮人啦，開玩笑嘅真係冇咗一班中產嘅一個地方。一講你又任何你睇 BYD 又插落嚟咯，撞咯，邊度撞到？冇啊，你插到左右都三撞咯，又唔敢撞嗰 BYD。你檢轉步啊！而家係你直接撞位㗎啦。邊個插落去？以前嗰教練同我講啊，插落去會死喎。好啊！睇下趕唔趕時間，唔係睇下插嗰個隊係咪咩車？最適合揸咩？你冇乜細，大攞呢啲就係叫做公路殺手啫。細攞呢係咪？呢個叫做霸道啊！應該插就插落去啊！應該讓嗰時絕對唔讓啊！因為做咩？我係攞呢啊，呢個攞呢仔啊！插咗落嚟，你又係唔得嘅。等到我死嘅而家，我哋喺度好多人咧，我哋周嗰時人咁啊，我喺沙㗎嘛，巴士嚟嘅，佢都垃圾。呢個即係講，呢個係關乎勇氣嘅問題。
你有冇考？所以你考車牌嗰時攞啲，考車牌嗰時你用氣攞幾多分啊？我考車牌嘅時候，佢用氣係絕對係100分嘅，事關架車唔係我用嘅。咩嚟嘅？佢諗住前面嗰架咩？後面嗰架，你如果係諗住前面 van 對 van 都好多種最唔係 van 對 van 就最難搞嘅，所以講你今年插巴士，如果係真係你覺得會用，係唔會喺前面啊，會喺呢個大巴士啦。呢個係同我包嘅。呢個唔係最辛苦嗰個頭嗰個牆咧，呢個司機都呢叫技術。明解？有多需要？又話唔飲水，天氣乾咧。唔係天氣乾，係冇得揀。你試下有樽啤酒俾我飲下咧。以前都唔捐正式山寨，而家係捐經。應該係放工時候嗰一輪先啊！就我哋咪想啲人，你呢個比較緊要嗰啲嘅樹啊，好老喎。呢啲柏樹有樹係咪？我喺澳洲睇到幾緊要大棵，好靚，有直過去嘅，直上喎。譬如攞嚟做電根柱，好靚啊！全部轉啊！呢個係啱嘅，因為舊款嗰個太重喎，你嘅車身重成咗，啲用量呢個比較大啲。拍機個籠咧細，好似卡仔傳統嗰啲太咩啊，太食得嘅。4個 kg 度啫，4個 km 啫。
景湾区， Next stop, Oceanville Village. 下一站牛池东村。
個呢個係做個節目嘅，一間咧就係食緊嘅嗰間，另一間係搬賣咗，話做到平到去板店嗰度買得到大樹，我都有食。Station, Telford Gardens. 下一站九龙湾站福福花园。都係食嘅，都未嚟過。
over the handrail while standing or moving in the bus compartment. 乘客在车厢站立和行走时，请紧握扶手，确保安全。下一站觀塘警署，香港觀塘麗景酒店。 Next stop, Hong Police Station, opposite Hong Kong. 下一站，觀塘警署，香港觀塘必勝酒店。你沿途小心看管你的財物，等待巴士同前後座停開座位，並緊記你落車時為界定的行李。 Please make sure your personal belongings are secure. Do not leave your seat until the coach has stopped to take all your luggage or items. 请沿途小心看好您的财物，等待巴士停进后才离开座位，并谨记于下车时携带你的行李。to Gyeonggang, Cheongtaek, Sengkuno Station, Willis Park, may enjoy a free interchange with the routes of city bus at this stop by using the Octopus card. 乘客可以在此站使用发达通卡免费转乘城巴路线，前往调景岭、尚德、将军澳站、康城。
住阿朗啊！下一站南豐廣場回旋路出口站。 Next stop, Ningbo Plaza, Weixin Road, Linhao Station. 下一站南丰广场回城路分口站。
arrive at the terminus, please make sure all your personal belongings are with you when alighting. Thank you for traveling on the city bus.